籌到8萬手術費，卻救不回愛妻性命。海俊傑痛哭求助2週後，昨晚27日中傳來噩耗，太太莫家慈最終不敵病魔，網民淚崩，生命太無常。早前藝人海俊傑喺社交媒體上傳咗一段令人心碎嘅自拍求助影片，佢神情憔悴，情緒崩潰並多次痛哭，緊急為佢患上急性肝衰竭嘅太太莫家慈 Effie 籌集70萬嘅手術費用，懇求大眾伸出援手。事件引起全城關注，結果一呼百應，喺多位圈中好友同熱心網民嘅幫助下，終於成功籌得過8萬醫療費用。當時海俊傑曾透露太太喺廣州醫院嘅 ICU 等候合適嘅肝臟，情況一度穩定。可惜天意弄人，昨日傳來消息，莫家慈已經病逝。導演陳德森隨即喺網上證實死訊，發文哀悼：親愛嘅細侄女家慈，從小睇住你長大，你母親通知你已上天家嘅消息，好無奈，好難過，希望你喺另一空間像以前一樣活潑可愛，蹦蹦跳跳，過着冇病毒嘅新生活。呢個悲劇令人睇到生命嘅無常，即使有金錢同朋友嘅愛都無法抵抗病魔，但同時亦證明咗圈中人嘅情誼。喺海俊傑最無助嘅時候，佢哋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。睇到呢個消息，真係令人感到心痛。海俊傑嘅無助同埋莫家慈嘅離世，再次提醒我哋要珍惜身邊人。喺呢個艱難時刻，我哋應該為海俊傑送上最深切嘅慰問。你哋有冇咩說話想對海俊傑講？希望佢可以走出傷痛。喺呢個艱難時刻，我哋一齊為海俊傑同莫家慈家人送上慰問同支持。生命無常，你最近有冇特別想珍惜嘅人同事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。